树清诸恶挂甲兵，大救元人相儿女。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确定记大声，收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道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雷安，姓女王佩仪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。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。